小柯，嗯，上次我跟你说那事儿，你考虑怎么样？什么事儿啊？直播的事儿啊，正好我们公司啊要开一个母婴账号，我觉得你挺合适的。我觉得我不太行。你都没试，怎么知道自己不行啊？实在不行的话，你再回来接着做老师呗。嗯，我好好考虑一下。嗯。哎，成哥，嗯，那天那个新雅跟你是什么关系啊？同事关系啊。那天我看出来她吃醋了，她是不是喜欢你啊？可能是吧，不过我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。其实我想跟你说，这个不是重点。女人的心思是最细腻的，我们都看出来了，冉冉肯定也看出来了。其实成哥，我想问你的是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呀？我怎么想的，有那么重要吗？冉冉的心思很重，很多话不会说出来，但她的状态能瞒得了我吗？其实她跟文凯的相处没有那么好，但是也不会分手的。我知道现在这个情况我做不了什么，我可以等，但我不会打扰他们。我明白了。再说了，我不还是小桃子干爹吗？你放心吧，我不会因为他在就刻意过来，也不会因为他不在就不来了。好，行了，赶紧包菜吧，一会儿小桃子饿了。嗯。珊珊在正式签约咱们公司以后，虽然在转正初期有一点小挫折，但是有秦老板的出资和栽培，相信珊珊的转正之路一定会顺风顺水。秦老板，我以茶代酒，敬您一杯。珊珊，咱们这个公司可不是林奕成那个小公司能比的。有秦老板的资源，你就等着火吧。秦总，栽培之恩铭记于心。衣服还合身吧？特别合身。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做青色的衣服吗？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。也唯有这青色，才能配得上珊珊这样的容颜。人生嘛，美酒佳人，死而无憾了。秦总，您能这么看重我，我真的特别感谢。我敬您。
睡得好吗？走，吃饭。你怎么能这样？这不是你的目的吗？大晚上拿着礼物到我家来，那微信聊天记录也是你撩的我呀，啊？那你得给我更多的资源，否则怎么？除了报警，我还有很多的办法。你说那狗想得到食物都会摇摇尾巴，你是不是应该学着点儿啊？你敢打我！你敢打我！看着我！我告诉你，你现在什么状况？你背叛老东家，你回不去了，你没有退路。你哄我开心，我什么都可以给你，但是你不能要。我可以捧你，也能回你，听懂了吗？啊！说话！疼了吧？啊？吃饭，别浪费粮食。那姐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不知道，但是他太过分了，太过分了！我咽不下这口气，我得让他付出代价。对于这种禽兽，我们对付他，手里得有牌。姐，你再好好回想一下，昨天晚上秦教授到底跟你说了些什么？说不定有什么重要线索。昨天晚上喝的太多了，说了什么话我完全想不起来。不过，今天早上，他卧室的保险柜里一定有什么秘密，肯定有料。要是让我拿到，我一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我们得拿到保险柜的密码。我有个办法能拿到保险柜的密码，不过你得付出点代价。你说吧，付点代价不怕。如果能成功，我让他几倍、几十倍的偿还。话说呀，某知名主播跳槽到一家新公司之后，在那里呢却得不到重用，被压制潜逃。这坊间传闻呢，这家主播和他的这是你干的？关系暧昧不清。网上也是我哪有那么闲？但多的是人愿意干这种捕风捉影、制造八卦的事。成哥，哎，小柯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想明白了，我在幼儿园当了那么多年的老师，也了解孩子，现在自己也当了妈妈，我觉得卖母婴产品应该没有问题。但是吧，没有但是，既然都来了，你就放心吧。欣雅，以后小柯就交给你了。嗨，第2次见面了。辛苦你了。
桃色行文，并无大碍。但是我要知道背后的人是谁。明白了，我马上去查。秦总，那个消息真不是我爆出去的，你要相信我，我说过会听你话的。然后呢？来吧，宝贝儿。今天直播收益不错，明天继续啊。这个湿巾呢，无论是在家给宝宝用，还是带出门，都是非常方便的。它这个开口呀，是非常便捷的一个设计。有喜欢的宝宝，请尽快下单吧。还有最后2分钟，最后2分钟了，喜欢的宝宝请尽快下单吧。买到就是赚到了，最后2分钟。小柯。各位宝宝，请稍等一下。时间到了，下播吧。再等一会儿吧，哥，还没人下单呢。小柯，为了你的直播，大家都累了一天了，大家都累了，你都直播1周了，次次都这样，每次都白忙活一场，大家都还有很多事儿要做。等会儿，我就要去盯下一场直播。你是林总的朋友，我已经很照顾你了，但是你也不能……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刘哥，你再给我10分钟的时间，求你了，你再给我10分钟好吗？求你了，刘哥。怎么了，老刘？小柯是新人，你耐心点儿。行了，让大家下播休息吧。你呀，也别太着急了，刚开始都这样，后面慢慢就好了。好玩吧，小桃子？你看啊，这个是红色的，红色的，这个是绿色的，哦，好多好多啊！哎，这个是黄色的，哎，你看，妈妈回来啦，妈妈，哎，看好多玩具啊，一起玩。周姐，你先回去吧，我来吧。哎，好的，走啦，走啦，小桃子，拜拜。啊，小桃子，妈妈，啊，好玩吗？妈妈，哎呀，这脸上是什么呀？怎么这么脏呀？我也要。要啊，给你擦擦好不好？我也要。要好不好？要。啊，擦这好不好？哦，这儿啊，擦这儿。妈妈不哭，不哭好不好？不哭好不好？不哭。好几天了，应该可以了。我回去慢慢看。如果不行的话，就再来一次。
密码找到了，今天晚上行动。涛哥，我喊你哥，不是兄弟们不帮你啊，我们就是想编也编不出来的嘛。对头，这儿啊，属你的文化最高，你都编不出，我们啷个编得出嘛？哎呀，不是编，就是大家一起聊一会儿。你们想想，有没有什么好故事啊？如果不是讲给小娃儿的就好了。其实我们有很多故事。杨大头，你就讲一下你如何被抓进来的，有意思得很。自己讲一下。不讲，讲嘛。那我讲喽。哎，不准讲哈。你讲噻。这个龟儿子，他跟2个堂弟去偷东西，别个偷的都是值钱的古董、金项链。他龟儿子好，把别个屋头的哈巴狗偷回来，又不是炖狗肉，他个人养到起。最后啊，这条狗它认得到路，然后就被抓了。你说他是不是个憨包？你懂个屁！那条狗儿那天受伤了，我不忍心，没办法的嘛。咦，最后被抓的时候，他还舍不得那条狗，你是不是脑壳长包？莫说了，再说老子弄你！上手控制。大头，谢谢你。谢我啥子？哥，我们今天晚上能不能换个地方？在这里，我总感觉有一点不太舒服。好啊，我知道有一个很好的地方，我带你去啊。那你今天晚上能不能穿上我给你买的衣服啊？好不好嘛？哎呦，你现在是越来越懂事了。好，听你的。林总，我本不该来找您，但我能相信的只有您了。那个秦教授真的不是人，他对珊珊做的事实在太过分了，您看看就知道了。真恶心。秦销售。
说吧，什么事儿？要不要喝点什么？不用了，我一会儿还有事儿，有什么事儿你就快说。这是我新拟的合同，你可以看一下，没问题的话，你可以回来。听说秦教授去求你了。不可能。你已经做了你所有能做的，剩下的交给法律吧。你的心结也可以解开了。其实那3天之后，我不明白，也不理解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。后来我见了李伦凯一面，他告诉我，秦教授妥协的原因，我也就理解了你当时为什么这么做。其实他说的对，当时的我确实配不上你。后来我开始创业，开始忙碌的工作，因为我觉得忙一点会让我暂时忘了这些事情。直到我知道你和他在一起了，我想祝福你们，但我确实也真的做不到。我每次去看小桃子的时候，都特别希望能够在门口听见你的声音，哪怕2个人见面什么都不说，哪怕是简单的问候，只要我看到你过得很好，我就很开心。抱歉啊，跟你说这么多，但我真没别的意思。其实我对你没有怨恨，也从来没后悔。我只希望你工作顺利，生活顺利，好好的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这件事还是要谢谢你。我跟严总约了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多想可以再拥有那一天，可能的事我一直在心里默念。其实不必说我们之间，希望有天还能再。秦教授被抓了，琛哥，你太厉害了。哎，你怎么找到证据的呀？这就说来话长了。总之呢，是报仇了。那然然现在，他应该挺痛快的吧？
你们俩的心结算是打开了吧？算是吧。哎，你现在怎么想的？什么怎么想？和然然呀。还是一样，不去打扰，但我会等。